關於上期講咗香港商家小紅書定位模糊嘅問題，今日咧就接落嚟講埋剩低嗰2點核心定位，幫助大家打好運營基礎。第三，我哋要明確賽道定位，做差異化超車。香港商家咧要摸清楚小紅書各個賽道嘅情況，邊個賽道最火，競爭力最大，邊個賽道最有潛力可以切入。例如服飾穿搭係排名靠前嘅熱門賽道，做嘅人好多。女裝商家咧除咗可以做穿搭分享、服裝講角、品牌服裝測評，仲可以從女性成長嘅賽道切入，譬如分享對美嘅理解啊。當香港商家識得用差異化運營啊，先有機會拉高我哋產品嘅價值。第四，明確內容定位，突出價值感。想令到內地用戶認可我哋香港商家，選擇我哋推薦嘅產品，就要從內地用戶嘅角度去出發，創作我哋嘅內容。諗下我哋可以為佢哋提供乜嘢價值？價值咧分為2種，情緒價值同埋使用價值。我哋嘅產品到底能夠帶俾用戶樂趣啊，定係實用到令佢哋覺得抵用呢？我哋嘅產品嘅優勢同埋特點係乜嘢呢？將呢啲優勢提煉出嚟，再放大，咁樣先可以令到用戶記住你。商業、帳號、賽道、內容4個定位咧環環相扣。香港商家一定要將呢4點諗清楚，先算係打好運營基礎。關注我，帶你喺香港玩轉小紅書。